给你，你老公已经被我赶走了，放我回家吧。走。沙拉还在这呢，坐会儿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，也不知道我爸是谁。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呀？跟你说点更难过的，你是不是好点了？行。唉，看来我妈不结婚也是有道理的。其实我挺佩服阿姨的，在她那个时代，她可以坚持做自己，不被社会影响。谁说她没被影响？她深深的被影响成为一个虎妈。我这30年没干别的，天天跟她斗智斗勇了。我呢，就跟你正相反，我从小特别的乖，从来没有叛逆过。他们就一直跟我说，说你要好好中考，好好高考，然后就可以考上一个好的大学。上完大学以后呢，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将来找一个不错的人结婚，你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，非常的美好。但其实后来我才发现，他们跟我说的是一个很大的谎言，他们骗我。生活的艰辛是从始至终的。可能他们也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他们小的时候就是经常吃不上肉，哪像现在啊，天天吃肉，餐场物不一样了。哎，长得真好看。明天想请你吃个饭。我不是最有天赋的艺术家，但一定是品味最好的艺术家。谢谢。够吃吗？放心吧，够吃，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我虽然不是艺术家，但是我也穷酸。穷酸的不都是艺术家吗？你是太有同理心，还是有一点点在乎我？我只是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主动的女孩。你是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么主动，但是又有深度的女孩子吧？男人追女人天经地义，这女人追男人就是倒贴，还被贴上疯狂的标签儿。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啊，还挺值得人深究的啊。像你这么懂得反思的男性，值得被珍惜。我们这个社会啊，让女性太被动了。是你对我太过于主动了吧？之前的玩笑开过了，抱歉。所以你之前都不是真的。当然是，我可不是跟谁都想见。
我来教你画画吧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挺有创造力的。不用了，你的作品在我眼里都是狗屁，你开心就好。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让你讨厌啊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自己。对了，让我给你的作品集设计封面吧。你刚才不是说我的画都狗屁吗？正好用我的才华给你的作品集包装一下。你为什么目光如炬啊？因为我心中有我。你该不会又要求婚吧？放心吧，我的婚嫁结晶已经取出来了，监护人去世，钱都拿出来了。看来我没有作用了。那我去你工作室吧。现在吗？不然呢？你还是别喝酒了。你没有必要为了摆脱过去的痛苦，来证明你现在是一个活得非常潇洒的女人。生活不是赌气。我相信你一定能睡。榴莲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吓死我了！你鬼呀你！这是在梦游吗？啊？这能对话吗？什么梦游啊？不是，我看你喝多了。你看，我给你拿了桶，还有调风的水。好，不喝不喝。你看看我手机里录的你的视频，吓死人了。视频？看见了吧？哦。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呢，就是偶尔压力大了才会这样。我还以为我妈总回来看我呢。别担心啊，你放心，我这个调节一下我的情绪就没事了，不太会梦游了。能不能换个睡呀？这什么品味啊！我还以为家里总有个民国时期的3姨太太呢，太瘆人了。我这个是真丝的睡衣，很贵的，你这就是对真丝睡衣的偏见。哎，快帮我拿冰桶。冰桶，冰桶。哦。来，冰桶来了。你要不一会儿洗个澡吧？不行，3天不能站着，疼。你受伤了？没有，做了个脱毛而已。你脱毛也不至于会疼啊。脱光了。Why？ 我说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孩子，你信吗？我们的社会拥有太多性别的偏见，好像女人天生就应该漂亮、温柔、贤惠，没有攻击性，不参与主流竞争。男人嘛，被教育应该坚强、勇敢，不允许示弱和情绪化，得成为一家之主。大家也潜移默化形成了刻板印象，不自觉地开始了性别表演，选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应该有的样子。但那是真实的我们吗？我们被这些偏见控制了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为什么不能简单的仅仅作为一个人，将自己的欲望大胆的说出来？山竹，啊，我好饿。山竹，跟你说话呢。我的妈！山竹，你别吓我，我胆儿小。山竹，山竹，你太吓人了。你这是在梦游吗？山竹，你在干嘛？老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！天哪，不会是刘敏之附体吧？